最近竇驍同何超蓮嘅婚姻風波搞到滿城風雨，向太一句富家女下嫁男演員，再加上手滑點讚，直接將兩個人推上咗熱搜。豪門婚姻再一次被擺到台面上邊，俾人評頭論足。其實呢段男星上娶嘅故事喺港圈一啲都唔稀奇，尤其係 TVB 出嚟嘅男藝人，出身普通，打拼多年，娶咗個身家豐厚嘅千金，聽起身似逆襲，實質上佢未必輕鬆。今日我哋就嚟盤一下嗰啲娶咗有錢女嘅 TVB 男藝人們，佢哋有嘅靠真心逆襲人生，有嘅係俾豪門規訓成為咗乖女婿，亦都有嘅喺風光背後活得小心翼翼。娛樂圈嘅敘世故事一向比偶像劇更加現實。一、歐陽震華同傅潔嫻。咁多年，歐陽震華嘅太太傅潔嫻喺圈中一直係一個略顯神秘嘅女人，大家都知道佢係傅老榕嘅孫女。但至於係邊一房嘅第三代，佢唔對外講，亦都從來唔同家族內部人員有公開嘅接觸。同富貴出身嘅傅潔嫻唔同嘅係，歐陽震華就係普通人家嘅細路，家境普通，長相普通。1982年，因為產生咗做明星嘅諗法，歐陽震華報名參加咗第11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從而加入咗 TVB。歐陽震華1992年因為一部《一號皇庭》開始走紅，喺演戲逐漸步入正軌，稍有積蓄之後，歐陽震華有咗第一段婚姻，對方係佢嘅髮型師，叫劉慧茹。兩個人1991年結婚，1993年離婚，婚姻好短暫，亦都冇生小朋友。呢段婚姻小插曲並冇影響歐陽震華嘅事業。喺歐陽震華事業最紅嘅時候，傅潔嫻出現咗。據講佢係歐陽震華嘅資深 fans， 每一部戲佢都中意，fans 追星特別瘋狂，再加上有財力支持，好快兩個人就相戀啦。1996年，兩個人結婚，媒體咁樣描述：1996年年末，傅潔嫻突然間問到：不如我哋結婚啦，我安排你入籍。第二日，傅潔嫻買嚟咗戒指。第三日，兩個人直接喺加拿大註冊啦，速度快到令人 O 嘴。婚後亦都有唔少嘅考驗，首先就係要回應食軟飯呢一個講法，但歐陽震華對此冇乜嘢過激嘅反應，畢竟佢因為拍劇集大紅，早就賺得盆滿缽滿，並且豪爽咁表示：如果我真係軟飯王，我就會驚人哋講；如果我唔係，當然唔驚人哋講啦。而且講咁多年，自己都慣啦，屋企人知道我嘅為人。第二就係生細路，兩個人結婚20幾年，一直無兒無女。有傳傅潔嫻曾經試過人工受孕，但一直都冇成功。後來歐陽震華表示：我唔想老婆捱苦，唔想俾壓力老婆。第三個小插曲就係2013年，歐陽震華得咗重症肺炎，被送入咗 ICU 裏邊搶救，感覺有命懸一線嘅危險。傅潔嫻守喺醫院，寸步不離。歐陽震華出院之後接受記者採訪，傅潔嫻仲喊咗起身。呢一幕令到大家稱讚佢哋夫妻情深。總之，一個有家族庇蔭，一個有自己嘅事業，兩個人冇小朋友，生活就變得好輕鬆。歐陽震華同傅潔嫻有好多時間同朋友聚會，周圍吃喝玩樂。二、吳家樂同周慧慧。吳家樂嘅爸爸吳成傑係商人，喺東莞經營貿易公司，而佢家姐吳家鳳係前無線電視職員，姐夫則係無線電視音樂節目部總監何麗全。佢作為屋企唯一嘅仔，亦都備受重視。1989年，佢被屋企人送到加拿大留學，畢業返到香港之後，加入咗 TVB 電視音響部門，後來轉職幕前就讀1994年第7期藝員進修班，同劉愷威、陳展鵬為同班同學。入行初期，口才了得嘅佢以主持人工作為主，至今仍然活躍喺主持界。1995年，佢被選為力捧小生，同古天樂、劉愷威、古巨基同埋何遠行組成 TVB 新五虎。但相比起古天樂、古巨基等人嘅外形同埋資源，吳家樂仍然差咗唔少。等古天樂、古巨基、劉愷威都喺各自嘅領域大紅大紫嘅時候，吳家樂仍然喺電視劇裏邊演綠葉角色，戲份亦都唔多。吳家樂同周慧慧喺2006年之後成婚，呢一年吳家樂34歲，周慧慧36歲。TVB 男藝人娶嘅有錢老婆，多數都係比自己要細嘅，亦就係娶嘅老婆係既有錢又後生，而且仲要靚。周慧慧係個例外，比吳家樂大咗2歲，但周慧慧家族係真係有錢。外父周奕興作為騎士集團創始人，2018年離世嘅時候留低約46億港元身家，生前曾經先後訂立4份遺囑，其中2015年最後一份遺囑明確將名下騎士國際1.8億股嘅股份全部交由五女周慧慧繼承，足見對個女嘅信任同埋偏愛。
近年吳家樂嘅太太周慧慧就捲咗爭產官司，至今仲未開庭。周奕卿嘅長女周莉莉唔忿氣，更加出於對遺囑嘅懷疑，隨後入稟法院控告周慧慧，指該遺囑係喺爸爸無意無力或者唔知情下訂立。案件於2026年先開庭審訊，有一則溏心風暴式嘅爭產案上演啦。對於太太嘅家事，吳家樂選擇唔插手、唔評論嘅態度，依然係照樣做嘢。3. 劉德華同朱麗倩。劉德華同太太朱麗倩一直喺娛樂圈嘅模範夫妻，兩個人結婚之後從未有過其他緋聞，而朱麗倩亦都一直甘心扮演員內助，喺劉德華嘅身後默默支持。但其實朱麗倩嘅家世要比劉德華更加富貴。朱麗倩嘅家族喺馬來西亞赫赫有名，佢嘅舅父陳志遠係南洋商界著名華裔企業家，家族名下嘅資產令人 O 嘴，度假酒店、購物中心等產業數不勝數。而朱麗倩亦都曾經做過馬來西亞嘅選美小姐，亦都正係如此顯貴嘅身份，先能夠幫助劉德華擺脫困境。1985年，劉德華慘遭無線電視台嘅雪藏，無計可施，直到同朱麗倩相戀之後，邵逸夫先願意為劉德華調解，因此好多人就猜測其中有朱麗倩活動嘅影子。自此之後，劉德華事業飛進，但好少人知道兩個人嘅戀情。而劉德華好珍惜朱麗倩嘅圈外人身份，直到兩個人結婚2年之後先公開佢嘅身份。但朱麗倩從來都冇抱怨，心甘情願喺屋企為佢生兒育女，成為咗家庭主婦。如今劉德華年過半百，妻女在側，事業有成，係一眾迎娶千金男星裏邊生活最美滿嘅一個。而呢個離唔開佢嘅努力同埋朱麗倩嘅理解支持。4. 黎諾懿同李潔瑩。黎諾懿家境拮據，自細香港公屋長大。後來喺機緣巧合之下，黎諾懿參加咗 TVB 第18期藝員訓練班。佢簽入無線之後冇幾耐就受到高層重視，曾經同林峰、黃宗澤、吳卓羲、馬國明、陳鍵鋒並稱 TVB 奧運6星。除咗佢之外嘅其他幾位喺後期嘅發展迅猛，全部都晉升過一線。黎諾懿嘅事發展一直都唔係好好，但情史就唔少。佢曾經同蒙嘉慧、金晨有過緋聞，仲同傅穎、楊怡等 TVB 嘅小花旦交往過。其中同楊怡嘅地下情最為人所知，兩個人因為拍攝《溏心風暴》相識，後嚟喺拍攝《真相》嘅時候，楊怡患咗重病，需要喺屋企休養。呢個時候黎諾懿對佢悉心照顧，一來二往之下就互生情愫。可惜兩個人嘅關係好快就俾楊怡嘅媽媽斬斷咗。雖然呢一次佢撞咗板，但佢隨即認識咗億萬身家嘅李潔瑩，從此真正咁青蛙變成咗王子。黎諾懿喺2011年認識咗富家千金李潔瑩，冇過幾耐就墜入愛河。據了解，李潔瑩屋企住4000萬嘅紅磡豪宅海明軒，爸爸做美容院生意，除咗持有市值超過4000萬嘅君怡豐物業之外，仲擁有21間私人公司。保守估計，其家族擁有超過5億身家，實實在在嘅億萬千金。從兩個人最初交往嘅時候，黎諾懿就一直被講係5億女婿，甚至仲有食軟飯等聲音出現。但兩個人並唔在意。喺埋咗一齊之後，李潔瑩甘願過普通生活，唔單止搬離豪宅外家，仲要到茶餐廳裏邊食飯。黎諾懿都十分珍惜女朋友，唔單止更加努力工作，仲同大佬合資搞車行，非常之努力賺錢養家。兩個人交往咗3年時間，直到2014年，戀情終於修成正果。2017年，兩個人生低咗大仔，隔咗4年之後，李潔瑩生低咗2胎。一家4口過得幸福美滿，一啲都冇理會旁人嘅閒言碎語。雖然如今黎諾懿依然未能夠大紅，但難能可貴嘅係，佢的確做到咗如佢自己所講嘅咁樣，靠自己俾屋企人過生活。5. 林文龍同郭可盈。郭可盈係香港塑料大亨郭達昌嘅二女，爸爸擁有嘅物業投資可謂數不勝數，更何況佢仲係爸爸最為偏愛嘅女，自然養成咗刁蠻任性嘅大小姐性格。由於唔中意讀書，亦都唔中意家族嘅工作，佢入行前曾經任職保險經紀，後嚟佢又以23歲之齡參加香港小姐選舉。雖然佢最終3甲不入，但因為樣貌出眾，而且背景強大，簽約 TVB 之後即刻被力捧，同蔡少芬、孫軒同埋陳慧珊4個人被譽為無線電視4大花旦。或者人生過於順利，養成咗佢一身傲氣，脾氣大之餘仲十分之任性。正當大家認為好似郭可盈咁樣嘅千金小姐應該揾個門當戶對嘅少爺結婚嘅時候，佢偏偏唔走尋常路，情定窮小子林文龍。
林文龍出生於普通家庭，為咗幫補家計，佢中學畢業就冇再讀書，反而係透過超級新星選舉加入咗 TVB，開啟咗超過30年嘅演藝生涯。佢雖然外形靚仔，不過由於冇背景冇人脈，初入行仍然需要從茄喱啡做起。當時外界都唔睇好兩個人嘅感情，畢竟家境懸殊，而且林文龍仲多次爆出黑料。明確有咗郭可盈咁樣嘅千金女友，林文龍仲公然同楊恭如出雙入對，冇過幾耐又被影到同另外一位女星深夜共處一室，之後仲被傳出瘋狂追求蔡少芬，同時同好幾個女星曖昧不清。但天生任性嘅郭可盈根本就唔在乎外界嘅評價，更加唔顧爸爸嘅反對，非林文龍不嫁。最終兩個人結束咗9年戀愛長跑，連豪華婚禮都係女方籌備嘅。當時鋪天蓋地都係富家女倒貼下嫁窮小子嘅新聞。雖然郭可盈護膚心切，即刻企出嚟怒對咗媒體，不過喺林文龍嘅心目中早就埋低咗自卑嘅種子。或者當時郭可盈嘅爸爸反對，亦都唔係冇道理嘅。自細就窮慣咗嘅林文龍，有時候根本就冇辦法接受郭可盈嘅消費觀念。婚後兩個人經常因為柴米油鹽嘅小事嘈到不可開交。更加毀三觀嘅係，兩個人雖喺鏡頭面前如膠似漆，其實暗地裏邊早就各玩各嘅。表面上邊嘅恩愛僅僅持續咗5年，就被經紀人汪子琪爆出真相。當時經紀人汪子琪大爆林文龍婚後出軌內地女演員，更加放出咗聊天記錄同埋親密照，暗諷林文龍不甘喺郭可盈嗰度受辱，喺上海金屋藏嬌，為對方買樓買車，以填補內心嘅自卑感。事後郭可盈選擇力撐丈夫，兩公婆更加合力以誹謗同埋敲詐罪名將汪子琪送咗入監獄。之後無論外界嘅流言八卦點樣紛紛擾擾，兩個人完全當耳邊風懶得理。風波平靜之後，兩個人更加神奇咁和好如初，仲生低咗個女林天明。可以講個女林天明就係兩公婆兩個人嘅軟肋，為咗俾個女一個健全嘅成長環境，兩個人無論如何都要維繫婚姻。更何況郭可盈有爸爸離世之後嘅幾十億遺產作為最大嘅後盾，林文龍亦都唔會咁蠢，再出乜嘢差錯，恃住老婆過上有閒有錢嘅生活先至係正確嘅選擇。6. 鄭嘉穎同陳凱琳。鄭嘉穎同陳凱琳因為拍攝姜而相識，啱開始拍拖嘅時候並唔被外界睇好，因為兩個人嘅年齡相差足足22年，加上鄭嘉穎過往嘅緋聞多多。當年佢同紅極一時嘅歌手黃興平相戀，交往6年期間，黃興平為鄭嘉穎墮胎多次，準備結婚之際仲受到黃興平嘅爸爸強烈反對，仲公開放話鄭嘉穎冇出息，係渣男，最終逼使兩個人分手收場。而之後鄭嘉穎同合作過女演員不斷傳出緋聞，好似周麗淇、佘詩曼等。除咗鄭嘉穎花心男嘅形象之外，兩個人嘅家世背景相差大，亦都係唔被睇好嘅原因。陳凱琳係個富二代，自細被教養得好好，爸爸係地產大亨，屋企裏邊資產超過10個億，喺香港仲有獨棟豪宅。而鄭嘉穎雖然當時係台柱，經常擔任男1號，但 TVB 嘅薪酬肯定唔算太高，所以兩個人公布戀情嘅時候噓聲一片。但陳凱琳卻用實際行動話俾大家知，非君不嫁，更加樂於做鄭嘉穎嘅跟得女友，不時被影到同鄭嘉穎出雙入對，佢最中意嘅網球場，務求陪伴鄭嘉穎以及培養共同愛好。正因為陳凱琳呢段關係嘅悉心維護，兩個亦都修成正果。陳凱琳嘅爸爸更從一開始嘅唔中意鄭嘉穎，到讚揚佢係個孝順仔。鄭嘉穎喺陳凱琳嘅影響之下，亦都變得十分中意小朋友。2018年結婚同年，陳凱琳宣布懷孕。2019年生低長子，2020年生低次子，2023年再生低第3胎嘅仔，成功4年抱3。如今鄭嘉穎逐漸放低事業，反而係陳凱琳喺外邊奔波賺錢，已經係全香港最賺錢嘅 KOL。鄭嘉穎亦都算食上咗軟飯啦。7. 袁偉豪同張寶儀。呢幾年同張寶儀結婚之後，袁偉豪受過嘅嘲諷唔少。張寶儀係內衣大王張旺旺嘅千金，佢爸爸靠紡織業起家，創立品牌新安琪 Simki 內衣，發家之後投資房地產，喺2、3線城市嘅卓爾珠寶亦都有佢哋屋企嘅產業，保守估計資產達10億以上。喺遇到張寶儀之前，袁偉豪喺 TVB 奮鬥多年，先有咗啲啲名氣，連過4場娶咗張寶儀，因為佢出身普通，不如張寶儀顯貴，被稱為 TVB 最強軟飯男，網友盛讚佢嫁入豪門。兩個人共同出資購買咗市值近6600萬港幣嘅複式豪宅，亦都被外界講係靠女方屋企。而袁偉豪心裏邊一直都忍住一道氣，唔甘心俾人揶揄諷刺，多次對網友對媒體留低咗唔少經典金句，比如我爭咗你哋媒體㗎，被網友反覆攞出嚟玩梗。
啲事都影響到佢嘅事業。呢幾年 TVB 俾到佢嘅工作亦都有限。後嚟 BB 出咗世，袁偉豪似乎穩重咗唔少。記者稱呼佢係張寶兒先生，袁偉豪大方回應：我自己覺得好開心啊，仲親口玩起咗食軟飯嘅 gag，對外界嘅調侃反應亦都唔再咁激烈。最近張寶兒二胎都就嚟生啦，唔知道會唔會實現兒女相傳呢？8. 鄭俊弘同何雁詩。鄭俊弘、何雁詩喺2020年結婚，從求婚過大禮、影婚紗相、婚禮全程直擊，喺社交平台狂 show 幸福。然而呢對自相戀以嚟就備受考驗，除咗如今個仔患病，仲有早年被指何雁詩小三上位，鄭俊弘又被視為入罪。其實鄭俊弘嘅家境都唔差，自細唔休食住。因為中意唱歌又中意武術，媽媽就極力支持佢去學。2001年佢喺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奪冠之後，正式出道成為香港歌手，同時都加入 TVB 拍戲。作為演戲初哥，鄭俊弘喺片場經常撞板挨鬧，好彩有唔少嘅前輩指點佢。之後佢試過經歷事業低谷，直到喺《星夢傳奇》裏邊一鳴驚人，成為雙料冠軍之後，先開始上位。而何雁詩則係佢嘅同門師妹，既能夠唱又能夠演，喺 TVB 裏邊經常合作。何雁詩嘅家底豐厚，屋企住約5000萬嘅大埔迪圖山獨立屋，爸爸係物流大亨，喺海內外多個城市都有分公司，公司間物業投資估計身家至少6個億。鄭俊弘入行以嚟，每段感情嘅另外一半幾乎都有富貴千金。佢曾經同長輩個女姜麗文拍拖6年，女方為佢出錢出力，可惜仲係分手收場。同鄭俊弘分手之後，姜麗文曾經因為情傷而患上咗抑鬱症，更加3度萌生輕生嘅諗法。好彩後嚟姜麗文遇上咗工程師男朋友柏豪，重燃對愛情嘅信心。舊年已經步入婚姻。2017年，鄭俊弘被爆一腳踏兩船，一邊同富貴未婚妻 Biz 談婚論嫁，一邊出軌何雁詩，而且仲將兩邊都蒙喺鼓裏邊，令到何雁詩慘變第三者。事件曝光之後，何雁詩受盡千夫所指，一時接受唔到嘅佢情緒病復發，更加盛傳佢割脈入院，以至到因為情緒病失控而導致到冇公司敢同佢簽約。但戀愛腦嘅何雁詩最終就選擇相信鄭俊弘，更加話自己因為愛佢而原諒佢。雙方拍拖3年之後，鄭俊弘以37歲高齡嫁入豪門，之後兩公婆更加一索得男，只係邊個都估唔到小朋友患有罕見嘅基因病天使綜合症。好在何雁詩家底厚，有足夠嘅金錢支撐小朋友嘅治療，而且最近治療效果仲唔錯，已經可以返幼兒園啦。大家發現未啊？ TVB 男藝人除咗有錢女之後嘅婚姻都仲算幾穩定，反而女藝人嫁入豪門嘅故事十有八九唔係幾太平。其中嘅原因亦都唔難理解，呢啲男星常娶嘅大多數係小富之家，女方家境優越，卻唔至於富可敵國，自然唔會太過防備。而一旦豪門門檻太高，戒心亦就越嚟越重，感情就少咗幾分真心，多咗幾分算計。真正出事嘅往往係嗰啲心術不正嘅人，好似竇驍、陳山聰咁樣嘅例子，亦都算係前車之鑑啦。講到尾，唔理豪門女婿定係富家女，想喺名利場裏邊守住一段婚姻，都比想象中更加難。咁你仲能夠諗到邊啲除咗有錢太太嘅 TVB 男星呢？